人體入邊有一種默默運作嘅蛋白質，專門負責支撐成個身體。呢種蛋白質就係膠原蛋白，遍佈全身。佢嘅作用唔單止同皮膚、皺紋、美容有關，亦牽涉身體好多重要功能。膠原蛋白係一種韌性好強嘅蛋白質，負責支撐身體各類組織，可以將佢想像成身體入邊一條條幼細嘅繩索。一旦缺少，身體組織就會變得虛弱，穩定性不足。好多人將佢叫做身體膠水，不過呢個講法過於簡化，用人體支架即係 living scaffolding 嚟形容會更貼切。不妨估下膠原蛋白會分佈喺邊度？答案就係皮膚、骨骼、肌腱、軟骨、牙齒、血管同埋各個內臟器官。呢啲微細嘅膠原蛋白纖維每分每秒都執行緊重要工作。我哋身體有超過25種膠原蛋白，不同種類分別負責身體唔同部位。第一型膠原蛋白負責皮膚、骨骼、肌腱同韌帶；第二型膠原蛋白作用於軟骨，尤其係關節內嘅軟骨；第三型膠原蛋白就負責支撐軟組織同血管。膠原蛋白大約佔人體蛋白質嘅1/4，亦即係話佢係人體內含量最豐富嘅蛋白質之一。咁身體究竟如何合成膠原蛋白？首先，氨基酸呢一類微小單元互相結合，形成一條條嘅蛋白質鏈，3條鏈好似繩索咁扭成一束，再聚合，形成更粗嘅膠原蛋白纖維。呢種緊密嘅結構令膠原蛋白具備強大韌性，呢種力量就稱為抗拉強度。仲記唔記得繩索嘅比喻？我哋嘅肌腱喺身體活動嘅時候會協助肌肉牽動骨骼，韌帶負責喺關節位置固定骨骼。軟骨入邊都充滿住膠原蛋白，呢啲膠原蛋白會令關節活動更加順暢，同時緩衝壓力。就算係骨骼，同樣需要膠原蛋白，並唔係單靠礦物質就足夠。有膠原蛋白，骨骼先可以作出輕微彎曲，比較唔容易斷裂。喺皮膚入邊，膠原蛋白主要位於真皮層，負責維持皮膚緊實、彈性及支撐力。膠原蛋白亦會同彈性蛋白分工協作，膠原蛋白負責維持組織緊實，彈性蛋白就負責伸縮。除咗皮膚之外，對於我哋嘅肺、血管同埋肌腱，同樣兩者缺一不可。跟住落嚟係大家都好關心嘅議題：衰老。隨住年紀增長，身體製造膠原蛋白嘅速度會逐步減慢，原有嘅膠原蛋白纖維亦會慢慢受損。再加埋日曬、吸煙同營養不均衡，都會加速呢個過程。呢個亦係人年長之後皮膚會出現變化嘅原因。歸根究底，伴隨衰老而出現嘅膠原蛋白轉變，都屬於身體嘅自然規律。身體合成膠原蛋白，首先需要蛋白質作為原料，維他命 C 可以協助膠原蛋白嘅合成過程順利進行，鋅同銅亦會參與其中。但要留意，想即時補充膠原蛋白，唔係單靠日常飲食就足夠，建議由日常護理及適當地針對性補充，達至理想嘅抗衰老效果。至於市面上嘅膠原蛋白補充劑，進入身體之後多數會分解成為胜肽，但勝肽唔會自動定向去到身體某個特定部位，身體會按照各處對原料嘅需求，將佢輸送到相應位置。膠原蛋白喺醫學領域都扮演住關鍵嘅角色，佢就好似人體嘅修復材料。部分傷口敷料會運用膠原蛋白促進傷口愈合，面對嚴重燒傷，亦可以利用膠原蛋白製造人工皮膚。相反，如果膠原蛋白出現異常，就會引發一連串健康問題。以成骨不全症為例，患者嘅骨頭十分脆弱，容易骨折。除此之外，亦有其他疾病都可能影響皮膚、關節同埋血管。由此可見，膠原蛋白並非只有單一功能，而係一套完整嘅生理系統。我哋每一步移動、每一個笑容、每一次肢體伸展，甚至每一次心跳，都需要依靠佢支撐。了解到佢嘅重要性，我哋先至懂得點樣適當去補充膠原蛋白。